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，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。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，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。請你們讚頌上主，因為他是美善寬仁，他的恩慈永遠常存。願以色列家讚美主，他的恩慈永遠常存。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，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。上主的右手將我高舉，上主的右手大顯威能，我不至於死，必要生存，並要宣揚上主的工詞。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，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。像人棄而不用的塊石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。這是上主的所作所為。